Tech Kanto，你以為 AI 公司有錢就唔使驚？錯，有間新貴公司差啲就執笠啦。AI 晶片新貴 Cerebras 高峰期一個月燒咗成800萬美金，即係每日燒20幾萬，仲未計其他開支。間公司原本諗住靠超大晶片突圍，但而家資金鏈緊張，市場開始擔心佢頂唔頂得住。吓？一個月燒800萬美金，即係我打一世工都賺唔到咁多。NASA又有新搞作，今次唔係去月球，係去小行星，仲順道搭順風車。NASA 嘅西結太空船正在飛往小行星西結嘅途中，佢哋聰明咁利用火星嘅引力彈弓效應幫手加速，慳返好多燃料同時間。呢招喺太空探索入面好常見，但每次睇到都覺得好犀利。原來太空船都可以咁慳皮，借火星過力就飛得快啲，真係教科書級操作。成部 RTX 5090打機電腦4000蚊有找？你冇睇錯，而家市面上有成部砌好嘅 RTX 5090打機電腦，價錢4000蚊有找，仲平過你自己慢慢砌，唔使再捱貴 GPU， 唔使再等貨，直接拎返屋企就玩得，對玩家嚟講真係一大福音。4000蚊有找？我之前自己砌仲貴過佢，早知等佢出先啦。你知唔知你每日睇手機、用電腦，其實對身體好傷？有位主持人出書講呢件事。NPR 主持 Manusa Muradi 出咗本新書，專門講科技點樣影響你嘅身體健康。佢話我哋同太多科技共存，搞到睡眠差、壓力大、專注力下降。建議大家學識同科技保持健康距離。講得好啱，我而家晚晚瞓覺前都碌手機，第二日真係好攰。Trump 又語出驚人，今次講台灣軍售，話係談判籌碼。Trump 最近話嗰筆140億美金嘅台灣軍售，其實只係談判籌碼，用嚟同中國討價還價。呢番話一出，即刻引起好多爭議，台灣同美國國內都有唔同聲音。吓？軍售都變籌碼？呢個講法真係好大膽，唔知後續會點發展。Sony 個 AI Camera Assistant 被人鬧爆，佢哋終於出嚟解話。Sony 嘅 AI Camera Assistant 功能推出之後，好多人鬧佢話佢哋根本係 P 相，唔係真正嘅攝影輔助。Sony 終於出嚟澄清，話佢哋唔係咁簡單，背後有好多 AI 演算法同影像處理技術。唔係普通濾鏡咁簡單。好啦，